观众朋友，大家早，欢迎收看11月初9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曹欣。新闻一开始要甲大家报告体段的好消息。虽望地主应身躯有伤，不过伊伫中国福州公开赛也是得到好成绩，拼入去羽毛球女子单打4强。另外，伫日本东京举行的团体世界杯倒球赛，女子队甲男子队表现是下叫，两队交甲比赛赢落来了。 甲赛博点收起来，台湾倒球一者第一正摕到这场第5点单打，帮助中华女子队进入2019团体世界杯4强。台湾甲香港最近2年定定伫国际赛小赌，今年世界杯8强赛阁拄着。世界第11个田正先伫咧第2点单打打败世界第14个香港一者淘汰琴，要第3点单打也真关键。 但输有伫发解2个球点了，12比10先抢到首球，要过12比10加11比9连续摕2球，打败苏慧欣，和中华队摕到2比1听牌。虽然田先河伫第4点单打输，不过决胜的第5点田正国在上场，顺利赢世界第38个单号情，也是对战15连胜，也和台湾伫咧将近3点半钟的大战以3比2赢球，历史第一遍进入4强。 就伫男子组的部分，伫咧陈建安单双打拢行，再加上林文如单打也行，打败英格兰进入4强，这也是中华男女团第一遍伫咧世界杯最近进入4强。这个梦情的接球和对手袂火反应。台湾羽球一者戴资颖伫中国福州公开赛以21比15先抢到第一局。这场八强赛伫世界排名第19位南韩选手金家军，戴资颖是带伤上场，第2局失误较济，最后和对手11比2的逆平。好加在伫决胜局，戴资颖伫一开局2比5的落后情形之下，连续提5分，颠倒超前，和金家军这球无接着煞坐伫涂骹。最后戴资颖21比13收下4强的门票。 过来对这摆球后，日本的选手澳元希望，若是赢球，后礼拜就让甲球后的补助搁提大。记者综合报道。观众朋友，咱12强野球预赛，台湾队赢2场，输1场，伫分组排第2，进入6强的复赛。台湾队表明，因会检讨有欠缺所在，加强球员的能力，争取伫复赛有好成绩。 全日本职棒名气队的实力，互红一中总教练想要伫台湾这个所在赢一届日本的新冠，搁一届破嘴啊！安打打得还不少，但是他就是说，你每一脚的那一种活力都欠缺啊。这个或许是球员心理因素还是什么，我们会去再做一些了解。是不是有办法去改正，在短时期里面，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尽量去做。 投手也袂调对手，在1个战垒数变做中华队输予日本上水的原因。不过3场比赛落来，中华队的打线开好，安打都4支到6支，才搁到11支。前2场较无表现的王碧勇嘛有4支2，开路先好王维贤表现甲真好，嘛是中华队预赛以来的安打王。在集训期间，我们就已经有把这些问题都已经去解决了。对，那一方面还有教练团给我们的信心啊，还有一些方法，那让我们 更能去得心应手。先发投手的方面，江少杰甲刘烨头前的表现真好，和教练团将困扰的第3号先发。吴志伟嘛，伫咧对日本的比赛当中投出有够水准的内容了后，总教练洪一中就有答案。我跟他讲说，好好的休息，然后尽快的恢复啊。那下一场有可能就是以先发出赛。 其实这种国际赛，他们成长就是很快嘛，他们每比一场，他们的信心度就会往上提升，那对他们未来也是好的。日本队总教练岛野笃纪伫咧比赛了后表示，中华队投打平均，球评嘛分析，预赛整体表现袂歹，不过面对困难度较悬的复赛，走垒的积极度、推进的能力还佫有加强的空间，要安怎修正预赛欠点？ 调整出上好的战略，搁一届来考验教练团的才调。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报纸拢看什么大代志？咱做伙来看卖。头先来看联合报，台湾人是哪来哪看重健康，不过资讯敢有安全，敢有正确，咱观众朋友就爱斟酌咯。有即卖长辈食话鼓励食介久，去检查才会知影讲，骨头也是拍假会惊人。 才知影讲话，骨力干啊会当改善退化性的关节炎，无法度治疗骨头含烧。
所来是《苹果日报》台北地方检察署侦办富南市集团诈骗30亿的案件，发现谢依桥的老爸嘛是集团的高层。但检调人员又担高层计共19个人，已经按违反银行法绳压10个人了。上尾是《自由时报》台中有母仔囝3个人死伫套房内底，这条案检警人员调查落去，认定嫌犯是死者的男朋友陈洪家，昨去到中华抓到人了，甲伊移送法办。高雄中山大学表讲有假口做监控研究两岸关系甲政治学者，已经头尾3档了。学校调查落发现讲，政治所亚太区系所甲政治经济系教授受监视的状况上严重。但网络管理人员已经删除假笑话，教育部嘛开始了解北京学校的资讯安全敢有受威胁。高雄中山大学研究两岸关系学者电子邮件传出长期向监控，一直到今年10月底，政治所副教授单只接收到一封假作学校自备的批，经过纠正，并无这件代志。凡是监控的人发出批，代志才爆出来。虽然他没有植入恶意程式，可是，监听者呢可以借由侧录或者是监控我们的教授的这些电子邮件，就得知我们的人际网络，还有我们的政治立场，所以这个影响还是蛮大的。学校对早为2016年年底开始，不明人士利用电子信息的浪棒，创假笑话，假作学校的行政人员监控信件，向监控的对象有85个人。入侵 IP 是为香港、中国、甲美国来的，今年是香港为主。社会科学相关的比较多，不过我后来昨天我又去查了一下，我发现其实相对于像海洋科学的，或是工学院的，或是像您讲的，就是学校的主管阶层，也有一些被入侵。若捌传出担任韩国瑜个人顾问的学者廖达基，嘛向监控，毋过澄清电子信箱拢有助理管理，家己保持监控名单。我并不是一个主要被害的一个对象或观察的对象，因为我也没有收到一些很特别的信。因为这个礼拜我才听说学校，尤其我们政研所有一些老师收到一些比较特别的信。刘慧指出，接到消息了后，已经请教育部了解状况，维护校园的治安。那近年中共更将监控系统运用在校园里面，透过监控师生的行为，扩大其政治的掌握力度。那对于人权的侵害是日益严重。教育部表示，已经去了解其他学校是不是冇共款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唔免出门用网络就通叫饭送到厝的系统，即马长时行。不过，消费者文教基金会检查5间送餐平台，发现富胖达送到厝的食食的价格比店内消费佫较悬呢。业者安尼生做，恐惊有误导消费者的挂虑，是会放出发咯。民众要出门，敢若需要拍开手机的外送 App， 小付费的好食米地送到领导门口口。毋过，消基会10月底针对5间外送平台业者进行抽查，结果出来发现5间业者的 App 内底有一部分的物件，拢比店内底的价格佫较悬。应该有一些人会没有注意到价差吧？揭露一下，可能你花这个钱，你会花得比较开心吧，就是一种心情上的问题。消基会即届调查的网络外送平台包括 Foodpanda、Uber Eats、优步外送、Foodomo、Deliveroo、好好送等等5间业者，因的外送商品的票价敢是真正有影，因为领物件去签到会当规划消费者的约束，还有平台会当任意改用的约束等等3大项目。其中 Foodpanda 虽然有写出店内底的价格，毋过伊的价格却比实际店里的佫较悬，可能会涉及标示还有广告不老实。你应该揭示的，你应该揭露的，明确去标示出来。业者他标示店内价格，事实上他所呈现的价格却不是真正的店内价，导致消费者有误认或者是误判而去做消费的状况，主管机关可以开罚这业者3到30万的罚款。对这个代志，Foodpanda回应讲，表示店内底介绍甲毋是店内底介绍的本身，是想讲用贪官公正的原则要来互消费者知影，公司尽力保证商品的介绍甲店内底伫卖的介绍是同款的。目前Foodpanda所有的商品介绍拢是店头提供的，公司要求讲要有店内底实际菜单的相片来做评级，才会当审核通过。
若是消费者对介绍标示有任何的问题，会当随时写批，因会随去调查而且调整，嘛会继续甲店头来沟通，甲介绍的标示做好，保证消费者甲店头双方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接下来，咱来关心政治的消息。时代力量阁有人要退党了。台北市议员林良君甲伊的特助吴征昨暗伫面册写文章，宣布要离开时代力量。林良君昨暗伫面册写文章，表明党已经无法度回应伊的质问甲建言。吴征表示，伊袂当理解党的方向，两人决定要退党。那安尼，时代力量的议员伫台北市议会敢若剩2席，表示党团有可能会解散。总统蔡英文出席台北国际旅展的开幕典礼，表明要起造适合穆斯林游客行大的环境来拼观光。针对韩国瑜团队批评国家机器盗摄韩国瑜买厝的个人资料这站，蔡英文反击指控讲，若要讲话就爱较斟酌啦。2019台北国际旅展登场，总统蔡英文参加开幕典礼，宣示推广观光的决心，更加努力打造回教徒友善环境，希望用创意方式提升观光。在突出穆斯林旅游指数的评比被列为是非伊斯兰国家旅游目的地的全球第3名。那么这是推动新南向政策以来最好的成绩，相信这些用心的措施可以继续打开更广大的穆斯林旅游市场。除了画出观光客成长，总统也讲，明年是台湾主要三美旅游年，应吸引国际登山客。这是和对手韩国瑜阵营积极买厝的代志，是国家机器泄露个人资料，伊讲指控要有证据。韩市长要先讲清楚，他哪个个资外泄，那是哪一个机关或者是哪一个特定的单位有嫌疑嘛？那我们才来再进行后续的处理。你不能一个就是国家机器就打死所有的人，不是吗？蔡总统呼吁韩国瑜甲积极讲清楚，即阵来拼连任，民进党全力辅选。民进党主席杜英台到台南提建国文救票，讲在执政成绩地方重症了后，袂阁看到寒流。蔡英文总统在这一次整个初选到现在整个的要起的这个行动当中，我们现在不会再看到寒流，我们看到是人民心中对整个国家未来的感动。那这一点，有助于我们在这次所有的选区当中，把情势再给它翻转。杜英台也到台南市议会拜会无党籍议长郭信良，双方密谈将近2点钟，团出受到要来协商蔡英文甲赖清德配合。不过，伊议员讲，副手人选毋是议员讲的代志，总统会伫上适当时间推出上适当组合，希望得到大家共同的支持。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这边，韩国瑜昨去台北出席医界军公教奥运会活动，针对7200万关价厝体风波，总统蔡英文爱伊提出证据，爱伊讲话就斟酌这站。韩国瑜飞嘴讲，国家机器甲资源拢伫蔡英文手头呢，蔡总统讲话有影哪来哪好多了。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带头画口号，背后下晡搁再加国民党总统参选人韩国瑜斗阵来参加医界支持韩国瑜的会员会。韩国瑜除了俄罗医疗是台湾的骄傲，也搁批评政府，若是无甲教育甲照顾弱势做得好，就是无及格。有2件事做不好，这个政府就是不及格，该打屁股。第一，办好教育；第二，照顾弱势。如果这2个工作都做不好，你政府再怎么吹牛，再怎么亮丽的成绩单，都是鬼扯淡。对着外界关心的南港豪邸案件，总统蔡英文认为韩国瑜必须向大家讲清楚，而韩国瑜是该升回去。我觉得蔡英文总统长得一副聪明相，怎么讲话越来越糊涂了。所有的机器、所有的资源全部在蔡英文总统手上，跟民进党手上，你怎么会提出这么荒谬的问题呢？除了要提医界选票，韩国瑜背后也参加全国公教、军警小甲退休人员联合校员会总会成立大会，了后要国民党犹如党主席连战的支持韩国瑜的应用演，连吴敦义也拢会参加。也过传出有国民党正副议长伫咧食饭的场合，当面建议吴敦义应该退出无分区的安全名单。主席坚持列部分区安全名单吗？对不起，是不是8-9不离10？堵车了哈，对不起哈。他说我列哪个位置，是我们国民党有一个提名小组的机制，由提名小组来做决定。
李刚视频是出面来讲，无人反对吴敦义立伫无分区内底，不过对着排名是伫头前中，也是后标无同意见。2020年大选，国民党除了面临对手压力，无分区名单应该安怎排，才法度来优胜选情，也考验党中央的智慧。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台中大雅违章工程火烧牺牲2名消防员。消防署针对这件代志开调查会，不过参加会议的委员有16名，刷过一个是基层消防团体代表啦，引起消防员工作出关于促进会大的不满，因呼吁要增加基层消防团体参与调查会比例，代志才正式有法度查好明。三权落实周大成。消防员工作权益促进会成员代表礼拜5下晡到消防署大门前进前，因为下晡2点消防署开台中大雅顺一案调查会，不过参加调查16名委员中，基层消防团体代表只有1位，失去比例，消防3权看起来落实，确实拍折。如果里面只有一个代表，我们质疑到底要如何来表达我们的意见，如何充分而且有效的来表达我们的声音。消权会表示，经过2月3权修法，退避权、调查权甲资讯权，顶个月底伫立法院3读通过。不过调查会确实背离，减少基层参加。调查会的委员有6位官方代表、6位学者专家、3位机关代表、1位基层消防团体代表，参加比例太过低，应该提高基层消防团体参加比例，对真相调查才有帮助。现场的安全管制、现场的指挥官的判断，只能靠我们这些第一线的消防员去做询问，因为我们有相当的实务经验，但是这些专家学者并没有。他们今天有一些意见，也是透过那个委员，就是他的代表委员，他也有把这个意见充分反映了。那如果说他需要有补充、有说明，其实我看今天大家全部都有说的。消防署强调，调查会机关团体代表参加以1人为限。其他 NGO 团体或者是家属也先来表达意见，并无影响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咱民众若想要听台语传统的念歌，欣赏经典的台语电影，甚至是设施啊，会当去倒位咧？有宣布一个所在，互恁知，伫高雄11月台文博览会正式上场了。若要感受台语文化有偌水，就去遐感受一下。这条拢是介侪金仔店，所以伊阁有另外一个名啦，叫做金仔街。行伫永过，捌是高雄上欢迎的所在，大高顶现在的盐埕埔，打到台语开讲社的少年人用台语消解当地的历史，先是带民众到过去专门做布条的店看卖，再带因到全台湾头一间外省人开的馒头店，和头家拌暖。我少年。用台语熟悉历史和文化，由济热爱台语文化的社区大学、学校和地方团体斗阵举办台文博览会，包括传统的念歌表演、甲民众做罐头塔，还佫有欧北台语电影、大夹梅花鹿的播送活动。办这个博览会嘛，是想要互少年人知影讲，这个物件伊会使是趣味的，佫有一群少年人，阮真正要伊这个物件。用台语吼，在原本伫遮在地语言，熟悉咱在地的文化，吼，甲伊过去的行业。台文博览会为11月初一直到月底，总共会伫高雄举办20多场的活动，望互民众进入咧台语的世界，感受台语文化无同时期的美丽和转变。记者综合报道。台东成功的杜仔柑当地采收，因为今年结果时无受到风台影响，产量较济，旧年一些月可能会超过50万台斤。毋若有农会来斗相共，今年嘛甲邮局合作，全台湾的乡亲拢会当食到酸甘甜的杜仔柑。全台湾杜仔柑的重要产地，台东成功镇嘉东河乡怎么开始种起？杜仔柑大粒、香甜、汁够多，互人叫做柑仔类水果王。试食过民众拢讲赞。赞，只要一个赞。这个甜中又带一点点酸，好，这个味道。台东县种杜仔柑的面积有140多公顷，东海花就120公顷。农民讲，今年杜仔柑结果期无风台，所以生了特别好，品质也好。伫旧历冬做了就开始正式采收期，有个会当收50万斤以上，比往年加1成。
不过过去农民甲农会合作，拢是行销高级股，次级股爱家己销。农民惊讲若大出无销，所以今年甲邮局合作行销。把我们的小粒往这一种能推广出去，帮我们农民解决产销的平衡。台东邮局讲，民众只要甲邮局买一张豆仔柑，邮局就会捐款给绿色团体，帮助农民也顺线做公益。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中国商务部伫初七宣布，因甲美国已经同意分阶段甲加强的关税取消。不过，美国总统 Trump 昨表明讲，这件代志是无影啦。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郭峰伫咧初七讲，美中两国已经同意，随着协议的进展，将会分阶段取消加强关税。不过，北京所传出的内部意见真矛盾。认为取消对中国的加强关税，会让美国失去谈判的本钱。唯一会当决定的人是美国总统川普。最尾伊伫咧北京这是访问时阵讲，虽然北京希望伊安尼先做，不过伊也无同意取消。I haven't agreed to anything. China would like to get somewhat of a rollback, not a complete rollback, because they know I won't do it. 川普也讲，即马美中双方的谈判进展真好，因为中国也想要达成协议。川普讲，若是美中要签协议，地点将会是伫美国，就像是爱荷华州或者是其他的农业州。We have to wait until there is the actual agreement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before we make an assessment. But look, as we've said here many times before, we welcome any step to de-escalate the trade tensions. 国际货币基金 IMF 对美中初步谈判的进展表示肯定，不过讲，除非有出现实质的协议，那无是不会改变进前对国际经济关顾议论的评估。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香港这边，香港科技大学的学生按楼顶摔落来，抢救5日，落尾也是救无回来。科技大学的学生代表呼吁罢课1礼拜。香港政治秘书长黄之锋谴责警察暴力，要求设独立的调查委员会，甲代志查好明。伫将军澳对楼群美节12岁科大生周子乐抢救5天了后，也是伫初8早起过身。科大校长苏慧伫毕业典礼上证实，佮要求全场徛起默哀。科大校园要哀悼活动。Everybody is going to feel sad about him passing away, and I think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for us to remember is that, like, there was definitely some elements of police interrupting the first aids to rescue him. 科大学生伫校园自治，有学生代表呼吁科大生甲其他院校学生伫下礼拜日斗阵罢课1礼拜，佮谴责校长苏慧对事件零处理。香港政治秘书长黄之锋也对周子乐表达痛心，佮谴责香港警方使用暴力。我哋感到非常之難過，我亦都好希望政府係意識到獨立調查刻不容緩，而重組警隊亦都已經成為越嚟越多人支持嘅訴求。如果政府對於警方嘅暴力可以話係一句聲都冇出過啦，即係佢只係不斷咁樣譴責示威者，但係對於警察係一句都冇譴責過啦。咁呢個係全香港市民都見到係有幾咁唔公平嘅，咁所以呢一種警方嘅暴力其實係必須要去停止。王家關等甲中環有真濟人以快閃活動化解散警隊，追求真相等。香港政府發表聲明，表示感覺艱苦甲可惜，佮對伊的家屬深切慰問。警方檔案組全力進行調查，要找出代志的真相。面對呼籲全香港民眾禮拜六透過各種方式致哀，舉行全港哀悼日。記者綜合報道。雖然咱台灣受到東北季風影響，不過今仔日水氣無遐飽甜，雨水無遐高落。不過天氣也是有較涼冷，觀眾朋友就愛加燙衫。咱來關心今仔日的溫度。北部地區上加19度，上懸26度；中部地區上加18度，上懸30度。南部地區上加19度，上懸30度；東部地區上加19度，上懸27度；
未来3天的气象。感谢观众朋友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吴昕，咱再会。